其實真係你見到我下顎線㗎啦，真係呢嚿嘅就係下顎嘅骨咯，好緊緻，好緊緻。極度 V 面嘅狀態，真係兩個療程都一啲都唔痛。其實我爭在係未瞓覺㗎咋，佢就係堪稱無痛版嘅 Thermarsh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Yan。嗱，最近咧雙11啦，我知道大家買得好興奮，亦都買得好開心。我收到好多關於美容儀嘅查詢，好開心大家咧對於保養自己嘅皮膚咧越嚟越重視。呢個咧亦都係我覺得好安慰嘅地方，可以幫到大家，我都覺得好榮幸同埋好開心。喺屋企勤力用美容儀，你係一定會得到效果嘅。不過如果你想要一個更加強同埋更加持久嘅效果咧，我會非常之建議大家去配搭醫美去做保養啦。最近我就喺 Oasis 嗰度試做咗一個幾唔錯嘅醫美療程，佢就係堪稱無痛版嘅 Thermarsh Cool Face 冰極電波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我整個療程嘅過程同埋佢嘅效果啦。話說喺5年前我做過一次 Thermarsh， 做完之後效果係真係好唔錯嘅，但係之後一直冇做呢，係因為第一非常之痛，我覺得簡直係咧痛過生仔，真係2個鐘頭不停咧係辣你啲皮膚啦。第二就係貴啦。無論你係揀治療師定係醫生去幫你做療程咧，都差唔多需要2萬至到去5萬蚊不等嘅。第三就梗係要讚下自己啦，因為咧我好努力喺屋企護膚啦，咁我覺得咧用美容儀啊，同埋用一啲好嘅 skin care， 同埋 keep 住一個好嘅生活習慣，都已經有好唔錯，同埋我自己都滿意嘅護膚效果啦。咁但係咧真係歲月催人老嘅，咁啊5年以嚟累積落嚟嘅地心吸力咧，確實係令到我啲皮膚、我啲肌肉咧係下垂嘅情況係嚴重啊。去到今年我真係特別覺得咧，無論我點樣喺屋企去做一啲嘅提拉嘅美容儀啦，係會有即時效果，但係好快會跌翻落嚟。咁我自己都覺得自己狀態麻麻。喺呢個年頭咧，其實我真係有諗過，有心動過去做多次 Thermarsh， 但係就係因為仲係覺得好痛，所以係一直喺度點嚟點去，一直都冇做。咁啱最近就留意到 Cool Face 呢個咁劃時代嘅技術，咁啊有機會去試喎。其實我真係好驚訝，因為佢係做到 Thermarsh 嘅效果，但係完全唔痛，仲要喺完全唔敷麻嘅情況底下喎。咁如果你對敷麻膏係有敏感咧，就更加可以避開呢樣嘢啦。療程嘅時間又短，只係 Thermarsh 嘅一半，真係1個鐘頭唔使你就做晒成塊面啦。對於怕痛怕敏感嘅朋友嚟講，呢個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啊！Cool Face 究竟可以做到咩效果呢？深層增生膠原可以幫你重塑輪廓，緊緻翻你嘅皮膚。跟住呢個好緊要，因為 Cool Face 咧係市面上少數嘅機，可以針對我哋上眼皮下垂，做到我哋上眼皮呢個位置減少眼紋嘅，仲要係無痛無創，做完之後即時化妝、即時出街、即時翻工，完全冇問題，唔使痛，效果仲要好持久，可以維持6至12個月，好過分啦！特別如果你好似我咁塊面係比較瘦啲，呢啲位好容易凹陷嘅話咧，你可以隔2至3個月咧就去做一次，令到啲膠原咧係可以疊加上去，建構最強嘅膠原庫，令到我哋塊面脹卜卜翻。點解可以做到咁強嘅效果，但係完全唔同咧？Cool Face 可以做到即時見效嘅冷凍拉皮，外冰鎮內升溫，做嘅時候感覺只係暖暖地啦，唔會覺得辛苦，唔會覺得灼熱。咁係因為佢用咗一個 FDA 認證、全球首創、獨家專利嘅 DCC 直觸式冷卻系統，可以將接觸溫度降到5度，5度係市場上最低嘅溫度，直接用冰鎮嘅技術去蓋過疼痛嘅感覺，所以做療程嘅時候咧就唔會覺得辛苦啦。如果大家有做過 Thermarsh， 或者你對佢有少少認識，你都會知道其實佢都有一個製冷嘅功能。不過咧，佢呢個功能係要發射先至可以製到冷，咁即係變相咧佢就會係一冷一熱，一冷一熱，就唔可以持續施冷嘅。所以喺治療過程裏邊就有機會冇辦法持續 keep 住嗰個低溫啊，咁就令到你有灼熱嘅感覺啦。你一燙，你一叫，咁你個能量就唔可以提升上去，只可以跌翻落嚟，效果自然冇咁好啦。同埋嚇驚咗好似我呢啲人啦，就唔敢下次再去做啦。但係 Cool Face 係採用咗全球專利技術 DCC 直觸式冷卻系統，喺治療嘅過程裏邊可以同步同埋持續降溫，個機頭就好似一個微型雪櫃咁，可以 keep 住你啲皮膚咧喺5度嘅狀態。喺無痛嘅情況底下，你就可以將能量推高，同時縮短治療時間，大大增強到膠原增生嘅效果，但係同時保持一個零痛零灼熱嘅感覺。正正因為佢製冷時間快1倍，所以一半時間就做到雙倍嘅能量啦。Cool Face 做到真正無痛係真係好驚喜，絕對係怕痛嘅人嘅福音。講多少少 Cool Face 嘅原理同埋佢厲害嘅地方啦。佢係一個單極射頻電波提拉，係一個家用美容儀無法媲美嘅 RF。佢可以深入到最需要增生膠原嘅3mm嘅真皮層啦，將我哋皮膚底層升溫到60至70度，呢個就係最適合膠原去增生嘅溫度啦。都用緊業界最高標準，同 Thermarsh 一樣係6.78嘅 MHz 嘅射頻，仲有10級能量同埋5級嘅製冷。做療
程嘅當日，我就唔單止做咗 Cool Face， 仲試埋 HIFU Gold， 主要針對 jawline 呢個下顎線嘅位啦，打咗200發嘅 HIFU Gold 咧，可以堪稱係殿堂級嘅 HIFU 啦。有別於以往 HIFU 係單一點陣式、定點聚焦超聲波嘅技術，採用咗一個3合金嘅緊膚技術，裏邊包括黃金針、金剛線同埋金剛圈。個原理就係應用一針一線同埋一圈嘅概念。首先喺我哋皮膚深層嘅組織進行一個定點嘅加熱，再埋線索緊咗膠原網絡，最後以漩渦式嘅能量圈加固鎖養。所以做完之後緊緻之餘咧，皮膚亦都唔會太乾嘅。同樣係顛覆咗我對 HIFU 嘅想象啦。我自己就真實體驗咗 Cool Face 嘅眼啦，同埋佢全面，再加埋 HIFU Gold 就針對我下顎線呢個位置嘅，真係兩個療程都一啲都唔同。喺成個過程裏邊，我仲可以一路談笑風生啦，喺度講嘢啦。其實我爭在係未瞓覺嘅啫。做第一邊面嘅時候咧，係直頭冇感覺嘅，真係暖暖地嘅啫。去到做到第二邊面啊，因為其實你成塊面成個人嘅循環好咗咧，佢就會相對熱啲啦，好快就會熱，係有少少真係熱嘅感覺，但係都係完全可以接受嘅程度。不過咧，因為我個額頭咧係真係冇肉㗎。即係皮下就係骨嗰啲咧，所以做到額頭嘅時候咧，我係真係覺得有少少灼熱啦。咁我就即刻同治療師講啦，就校低翻嗰個能量咧就冇問題啦。同埋真係1個鐘就已經完成晒所有嘅嘢，講緊係做完 Cool Face 再做埋 HIFU， 係一次過完成，都只不過係1個鐘頭嘅時間。之前我做上 mask 做眼同埋做全面，我係做咗2個鐘啊！我啲眼淚係流足2個鐘啊！做完之後係有即時緊緻嘅效果嘅，特別下顎線呢啲位啦，即刻你會覺得成個輪廓啊係向上提拉，同埋咧呢個蘋果肌咧係有脹卜卜嘅感覺嘅，同埋我隻眼本身咧係一個下垂嘅眼啦，個眼皮咧又好耷好攰，做完之後真係覺得成隻眼咧係有提升翻，冇咁攰嘅。做完療程只係2個幾星期，咁我而家嘅效果咧就係我個下顎線係極度緊緻。平時咧如果我咁樣推咧，其實咧都會有嚿肉咧，你會覺得喺度啷下啷下，仲可以推高啲，仲可以推高啲。但係大家而家睇下咧，其實我嘅狀態咧就係、其實真係你見到我個下顎線㗎啦，真係呢嚿嘅就係下顎嘅骨咯，所以係好緊緻，好緊緻，處於一個極度 V 面嘅狀態，已經不能夠再 V 啦。我覺得好靚啦，即係我會覺得啊好緊緻啊。跟住咧好多朋友都有問我，喂，你呢段時間做咗啲乜嘢？點解咁精神？做咗好幾樣嘢啦，咁其中一樣嘢就梗係做咗呢個 Cool Face 啦。你見到呢個位一提拉起上嚟咧，成個人都精神晒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又覺得我塊面係脹卜卜咗少少，即係呢啲位你哋見到，其實都係一個相對脹卜卜嘅狀態。咁本身係瘦啦，咁樣咁可以再脹啲嘅。呢個亦都唔係最終療程嘅效果，因為嗰啲膠原係需要時間生嘅。大概2個月之後咧，我啲膠原咧就會生晒出嚟㗎啦。咁大家咧就喺呢2個月咧繼續 keep 住睇我嘅片，睇下我有冇脹卜卜到啦。我知道一定會有朋友問咧，究竟做 Cool Face 好啲定做 HIFU Gold 好啲？嗱，如果你問我意見嘅話咧，我真係會建議大家2個療程一齊做，因為 HIFU Gold 咧，你會即時見到一個好強效嘅提拉效果，即時可以將你嘅輪廓向上拉，並且可以持續一個好長嘅時間。咁而 Cool Face 咧就可以幫你慢慢生膠原喺個基底裏邊咧，係令到你成個人係脹卜卜啦，啲皮膚係有彈性翻，係2樣唔同嘅嘢，而且可以相輔相成。最緊要就係佢完全唔痛嘛，所以如果你真係想效果好啲咧，我都會建議你啱啱開始做嘅時候，你可能半年做1次啊，做2、3次之後，先至再慢慢放緩翻，係可能1年1次，令到你嘅膠原咧係增生得更加快、更加多，咁你個效果就會更加明顯啦。就嚟有聖誕新年啦，唔知點解1年過得咁快啦？好多朋友仔都有好多 party、好多聚會啦，想將自己扮得靚啲啦。嗱，真係嘅，你想靚啲咧，事不宜遲，你好快啲去做。因為 Cool Face 呢個療程雖然有即時嘅效果，但係佢仲有更加正嘅膠原 BB 增生係跟住喺後邊，要1個月至2個月先至見到最靚嘅效果，所以唔好等啦。如果你真係想試咧，就要快啲試。Oasis 都有一個體驗療程咧，係預備咗俾大家嘅。大家想知道詳情嘅話，就要睇翻 info box 啊。Oasis 係一間上市咗27年嘅公司，咁我相信都有好多朋友都認識佢噶啦。我自己就當然係好中意同好滿意先會介紹俾大家，但係醫美療程嘅嘢都要你自己親身體驗，你係咪真係中意，係咪真係覺得有效果，你先至會去 join 噶嘛。趁有得平平地去試下，點解唔試下呢？況且連我都推薦得，其實都唔差噶。其實呢段時間咧，我真係好開心，因為1年係幾個星期啦，連續2個月嘅時間，我都係試咗好多
好嘅嘢，令到我自己嘅狀態越嚟越好，亦都係可以幫到好多迷途小羔羊嘅大家，可以介紹到咁多好嘅嘢俾大家。我自己介紹嘢俾大家嘅宗旨咧，都係一定要我試過，我真係覺得好，我真係好願意，我先至會介紹。希望我介紹嘅呢啲嘢都可以令到你哋嘅生活更加幸福，令到大家更加靚。喺呢條扮靚抗衰老保養嘅路上邊咧，係有我陪住大家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真實用後感嘅分享嘅話咧，記得要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同埋要撳埋鐘仔。下次有新片就會通知你。記得要 follow 埋 IG 同埋 Threads， 因為有好多獨家消息同埋獨家優惠會喺嗰邊發放嘅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